推动行业教学自由语言，其他会告状。我想这种的精神是大家学习的对象。请迷途告状。我记得咯，同生人的讲客话哦。宋文勇告状。每个对行业教学有兴趣，还能可以神手之家。庄竹英演状。呈现客家嘅文化，我哋大家共下来做。